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17节。兄弟啊，我前甲恁讲话，为了恁做属神的人，是做属肉体的人，伫基督是做婴仔的。我捌用你饲恁，无用美牛，因为恁前袂堪得，到今也袂堪得。因为恁犹原趁肉体，恁中间既然有怨妒、相争，敢毋是趁肉体，照人的款来行吗？这咧讲我属保罗，迄咧讲我属阿波罗，安尼恁敢毋是趁人的意思吗？阿波罗是甚物？保罗是甚物？因只是即事，照主所赐予因逐人的，因带恁相信。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，独独上帝予伊大长。安尼时，栽种的、压水的，袂选会得效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若定。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，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条磨，要得到家己的工钱。因为阮是上帝的，人条磨的，恁是上帝所造的园，上帝所起的厝。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，我亲像智慧会使斧头，有下地基，别人起伫迄顶面，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。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，无人会下别个地基，地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总是人若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茶、草、稻苦起伫即个地基顶，逐人的工要落现，是迄日要显明伊，因为要对火来显现。搁火试验逐人的工是甚物款？人所起做的工，若还留地，就伊要得到工钱；人的工若烧落去，伊就拄着损失，独独本身要得救，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。敢毋知恁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殿伫恁内面吗？人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要毁坏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圣，殿就是恁遮的。娘仔，这大家平安。咱每一个活地的人，咱拢有一个身躯。你若无身躯，这个时阵就袂当伫遮来敬拜。总是除了身躯以外，你有你的思想，有你的感情，有你的意志，所构成才会心神，也是讲心灵。身躯甲心灵中间的关系，一直是这个思想家，包括哲学家、神学家、科学家、宗教家咧关心的一个课题。咱基督徒因为顶头生得着救，所以有上帝的神临到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互咱原本已经死去的神会通活起来，对着顶头生，也通过咱的神甲着上帝的圣神互动，咱灵性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。灵性的生命在成长，亲像婴仔慢慢长大成熟，每一个人的速度无同款，有人紧，有人慢。有的人虽望信主无偌久，总是伊非常渴慕上帝，追求上帝的话，追求圣神，所以灵命成长就不止遐快。亲像耶稣所讲的，迄伫路尾的，反倒转要伫头前。总是有人信主非常的久，20冬、30冬、40冬，总是非常的懒散，无咧追求，所以伊的灵命悠然维持，亲像婴仔的阶段。拄拄亲像耶稣所讲的，伫在生的反倒转要伫路尾。遐灵命成长非常的慢，虽望有上帝的灵伫伊内底。总是悠然亲像一个婴仔同款。保罗先生讲，恁是属肉体。若是遐灵命成长成熟的人，保罗讲，恁是属灵的。保罗先生将福音传到伫哥林多，用上帝的话来养饲这信徒。上帝的话就敢若亲像纯正的泥同款，咱称作是灵奶，
就是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的形容。这样信徒对着耶稣基督的真理认捌，也阁非常的粗浅，因的灵命也非常的幼嫩，就敢若亲像婴仔同款，敢若通啉奶，袂通食确定的物件。所以保罗也会通教因关于基督教信仰较初阶的真理，至到遐深奥的部分，暂时就袂通教因。上帝的话非常的奇妙，有诶真容易了解，连3岁囡仔嘛会通明白。总是上帝的话也非常的亲密，就是先知教着使徒也承认因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。耶稣捌对着伊学生安尼讲：我也有真侪代志要甲恁讲，总是现主时恁担当袂起。耶稣的学生迄个时阵，抑阁无法度了解真侪重要的教导，必须要等候圣神临到时阵，才会通引带因进入其中的真理。我相信对每一个父母来讲，每一个婴仔拢是非常的宝贝。总是如果这个婴仔一直大个，无法度大汉，父母的确会烦恼。说是你的婴仔已经30多岁，你的囡仔已经30多岁，身躯已经大汉，总是伊的心、伊的心灵悠然无长大。每一个暗暝要困的时阵，就搁爱说牛耳喙啊，就搁爱抱洋娃娃才要困。我相信你做伊的父母，你感觉会为着伊烦恼。保罗先生发现哥林多教会一个信徒，未少个人人生的生命悠然维持，亲像婴仔即款的阶段。因已经顶头生，因已经有属灵的生命，总是也袂当摆脱世俗济遮的习惯，所以悠然受到世俗的思想污染甲影响，活着亲像世间人的款，袂通活出耶稣基督所赏赐因新活命的款式。特别当这时，在哥林多教会一个信徒，因认为因家己有智慧，认为家己真侪财物，比别人搁较捌，因的能力比别人搁较强。因为即款的自高自大，煞来互教会产生一纷争、激动、纷纭。保罗先生看到这个情形，非常忧伤。伊讲：我只有会通将恁看做是属肉体，我袂通看恁是属神的，因为恁所行所做，顺探家己肉体的情欲，毋是顺探伫上帝的话语。但这个所在出现一个重要的字眼，叫做肉体。这个 PowerPoint 敢若袂当转哦 ，OK， 多谢。肉体这个字，伫希腊文是 sarx， 甲咱所讲的身体 soma、body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。总是爱注意，这两字无完全同款。肉体这个字，伫一般情形下面，伊会通指咱的身体、咱的肉身、咱的身躯，就是咱有血有肉即种生命形体。在即款的情形下面，伊并无有负面的含义，伊是中性的意义。约翰福音书甲咱讲，道成肉体，这是基督教信仰中间非常要紧的物件。所以显然，圣经并无否定肉体的重要性。圣经耶稣基督原本是太初就存在的道，总是以欢喜来到伫世间，成做有血有肉人的身体，用人的身躯行伫人的中间。所以伫这个意义下面，虽望无有含义负面的含义，总是咱爱注意，就是只要是肉体，伊拢有两种特别的特质。第一，就是肉体容易软弱；第二，若是肉体有一天会朽坏。咱的肉体常常是软弱的。耶稣伫克西马尼祈祷的时阵，伊邀请伊的学生彼得、雅各甲约翰，就甲伊同齐祈祷。总是这3学生却困去，是安怎困去？因为因肉体软弱，因的身躯亚身，因需要困。所以耶稣对因讲：恁的心虽望愿意，总是恁的肉体却软弱。心甲肉体显然伫这所在无共款。
上时彼此中间无法度和谐。当即个学生即款的经验，我相信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嘛拢有同款的经验。有时阵咱暗暝要祈祷，咱的身躯非常的野性，祈祷2、3句就困去啊。那你真正暗时咧困咧祈祷的时阵，祈祷到困去吼，请你会去食代志。过你透早的时阵，会通起来讲一句阿门。那安尼你的祈祷就不止啊长吼，规暗拢咧祈祷。咱的肉体毋仅是软弱，咱的肉体嘛会朽烂，这是咱做一个人，咱的生命悲哀的代志。保罗先生随往鼓舞咱讲，恁的外体一日比一日较衰烂，总是恁的内心会通一日比一日较新。不过，就是咱的内心会通一日比一日较新，袂通否定一个事实，就是咱的肉体一天比一天较衰烂。直到有一天，咱这个肉体会死去，咱这个肉体会朽烂。虽往咱的身躯有这种的软弱会朽烂，总是咱的身躯、咱的肉体无拄拄甲上帝相对立，嘛无拄拄甲着上帝的神相对立。因为咱的身躯有缘会通显露上帝正做我的做，来做义的器具。所以毋是身躯就是歹。咱的身躯会通做义的器具，来做上帝的工。总是伫大多数的情形下面，肉体所指的，除了咱拄则所讲，即个肉身有形有白即种的即个形状以外，咱咧讲到即个肉体，特别是圣经的用法中间，保罗先生的用法中间，伊特别要强调一项事，就是通过因为咱有即个身躯，咱即个身躯有需求。所以产生侪侪意念，会产生侪侪情感，甲一寡欲望。上时为着要满足这个需求、这个欲望，咱甚至不惜来违反上帝的诫命，咱无遵探伫上帝的圣性。保罗先生讲，伫即款的情形，肉体就是等于肉体的情欲。当伫即款的情形下面，肉体的意思就是人想要追求家己。人歪靠家己，相信家己，满足家己，所以不惜来甲上帝相对立，甲圣神相对立。伫即款的情形下面，肉体的情欲就是无好的。伫圣经中间是负面的意义。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肉体有软弱，这在所难免。咱肉体的朽烂嘛不可避免。总是如果咱的生命敢若一直顺探伫肉体的情欲，就做出真侪甲属灵的生命相违反的代志，致到咱属灵的生命袂通成长。保罗先生伫加拉太书第5章19节到21节，将这个清单解列出来。什么是肉体的情欲？伊讲亲像奸淫、污秽、邪僻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三争、怨恨、受气、结党、分评、异端、嫉妒、酒醉。放荡，这个拢是属于肉体的情欲。保罗讲，这个信徒安尼讲，若是恁继续常常照安尼行，恁爱知，恁袂通心接上帝国。哥林多教会就敢若亲像一面镜，诚做后代所有教会的一面镜，互咱会通过哥林多教会来做一个反省。咱所有的信徒，是毋是咱同款？有属灵的生命，有得到重头生，总是咱的灵有缘亲像婴仔同款，咱无咧成长。咱是毋是有缘？虽讲咱称是一个基督徒，咱得到重头生，咱有活命，总是咱所活出来的生命是属肉体的款，侪侪属肉体情欲的行为。要成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讲容易真容易，讲困难非常的困难。因为属灵的生命成长需要时间，需要得到培养。生命成长对婴仔到儿童到青年到伫壮年，婴仔时期伊要啉是啉奶较容易消化，总是以后着爱食米饭，着爱食面包，着爱食菜脯、食水果，以及较困难消化这个肉类的食品，伊的身躯才会通愈来愈臃肿。那人命的成长有一个美妙。这个美妙就是上帝的话，
耶稣讲了非常的清楚，人活着毋是靠食物，是靠上帝的嘴所讲一切话。所以圣经用真侪食物来比喻上帝的话。有时阵讲上帝话就亲像牛奶，还是讲灵奶；有时阵讲上帝话亲像生命饼；有时阵讲上帝的话亲像大牛；有时阵讲上帝的话亲像蜜。上帝的话对伫咱人生的生命无共款的阶段，拢有一定的好处，常时会通满足咱伫无共款成长的过程中间所需要一切养分。伫无共款的阶段，咱有需要无共款的喂养。总是毋通干那一直停留伫食奶的阶段。伊别来说安尼讲，若是干那会通食奶的，就无熟悉即个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伊干那是一个婴仔，独独会通长大成熟的人，才会通开始来食这个大牛。因的心会通深巧明白这个仁义的道理，到底通达，就会通分辨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所以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毋通干那停止伫食奶的阶段，咱开始爱食五谷大牛，互咱的人生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。若无，咱就悠然维持属肉体即款生命方式，咱就无法度赢过咱肉体的情欲。哥林多教会信徒伫当初时的情形，拄是安尼。因通过保罗，通过阿波罗，因分群结党。这是属肉体的行为。保罗指出，无论伊本人，也是阿波罗，也是彼得，拢只不过是上帝的奴仆，毋是上帝本身。因拢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执事，毋是耶稣基督本身。哥林多教会信徒则将奴仆来提升到伫主人的地位，通过安尼来分群结党，这实在是非常错误的一个作为。诚做上帝国的工人。福音的执事，保罗甲阿波罗，拢照圣神所予因的恩赐，因来引带信徒来造就教会。所以保罗先生特别用种树仔来做比喻一个人的成长，也比喻教会成长。伊讲：我栽种，阿波罗压水，总是独独上帝予伊大长。保罗甲阿波罗做因应该做的工，栽种重要，但是毋是介重要，压水非常重要，但是毋是介重要。那相比伫上帝来讲，这个栽种、这个压水拢重要，但是拢毋是介重要。若无栽种、无压水，松树仔袂通生长。但是真正会通互即丛树仔成长的，是上帝活命气力。真正会通互即丛树仔大长的，是上帝。一个忠心有气力的工人。的确是常常是谦卑，伊知影伊应该做的职务，伊应该负担的工作，总是伊嘛知影这项事，伊家己无够了，伊爱甲别人同齐合作。伊知影若毋是上帝加天开了福音，伊啥物也做袂好，所以会愈倚靠上帝，常时愈欢喜甲别人同工。栽种的甲压水的，虽往工作内容无共款。总是有共一个主人，共一个使命，参与伫一个共一个工程，致力伫一个共一个目标，所以因的确着爱互相来合作，彼此合作，将树仔种好，将水压好满，然后即丛树仔伫上帝祝福下面，就通大长，结出侪侪好的果子。同时，因随时爱保持一个警醒。因为伊所做的工，有人家学了。当人咧学了伊的时阵，伊若无细腻，伊会偷摕上帝的荣耀。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特别注意这样事，伊讲：我毋敢偷摕上帝的荣耀，将即丛树会通生长，归荣耀伫上帝，毋是伫归荣耀伫个人。兄弟姊妹，一般的人会亏欠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咱做上帝的奴仆，咱做上帝的工人，就爱细腻。当人咧学了你的时阵，你愈爱特别细腻，因有可能你偷摕上帝的荣耀。拄亲像耶稣用夜景子的比喻，将人的心比喻成做田地。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也用这个来做比喻，伊用
金钱的产地，也是园啊，来比如哥林多教会，所以讲，恁拢是上帝所造的园，也是讲你们都是上帝耕种的田地。若是讲个别的信徒，就亲像一丛树，那安尼整体教会就敢若亲像一个园，一块田地。保罗先生伊关心信徒每一个个体，同时伊也关心教会的整体。教会整体就亲像一块田地，经过野种，经过犁田，经过种植，经过压水，经过济只的功夫，然后最后有一个大丰收。无共款的工作的人，会通对无共款的角度来关心、来帮赞一块田地的建筑。阮群做工，时若到，庄稼就通来收成。反倒转，如果遮个工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做，我会互你去做，然后我做，我家己做我的，也是讲无爱去做，分担，应该做的工无尽心去做，那安尼即块田地。真紧就亲像箴言所描写的情形，伫箴言第24章30节到34节，安尼讲，伊讲我经过一个分担人的田，无底的人的葡萄园，看去刺皮片片发，草梨配满全地，石墙也倒落去。我看了后就留心得想，我看了后就受教示。你搁困念已久，你搁眠念已久。你搁用你的手抱伫你的行程念遐久，那安尼，你的丧香就亲像插要来，你的欠缺就亲像穿正甲的来。圣经甲咱讲，一个人分担，伊的结果就是丧香甲着欠缺。如果遮个工人毋也是分担，上时搁中了撒旦的诡计，散布无实、无经过事实查证，才会白插话。甲着诽谤的话，批判家己的同工，批判教会内底家己的人，那安尼，即块田地毋也是会趴荒，济刺皮，济杂草，上时即块土地变做一块有毒的土地。当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希望看到的 CTPC， 诚做上帝的田园，是一个什么款的田地？是内底有美丽的花蕊。有青翠的五谷，有结实满满的遮葡萄树，也是咱其他咱所看到咱的教会是刺皮，是杂草的一块趴荒，甚至诚做有毒素伫即个所在的一块土地。咱毋通袂记一项事，咱伫教会，咱伫团契，咱伫小组，咱伫个人私下会讲话时阵，咱所讲的话，拢是咧亚政治。但咱为着 CTPC 即块田园，所野的是啥物款的政治？是讲造就人好话，也好政治，也是讲伤害别人的话，来制造，互人跋倒。咱所讲的话，是来促成教会合一，也是咱所讲的话，是带来教会纷争。甲种树的比喻同款。保罗先生强调，伊甲其他的传道的人，拢只不过是上帝的同工，为着教会的成长来种树、来参犁，上时人互树大长，互田地会通变做有好的收成。但是真正会通互成功的，只有上帝。无论倒一个上帝的工人，伊所负责的是倒一份工作，伊拢会通成做即个大丰收的一部分。但是有缘会记即项事。种植的、压水的、犁田的，拢是共款。保罗、阿波罗、甲彼得，拢共款是工人。事工无共款，目标却着爱一致。所以因知影，若无有同心合意，就无真正完成上帝予咱的交托。最近，咱中间有一位姊妹，甲大家做一个分享。伊讲，伊一直希望伊的先生会通来相信耶稣基督。因全家拢会通归入基督。过去，伊一直将这个责任放伫伊的身躯顶，所以感觉伊的担非常的重。有一天，伊得到启示，伊讲无毋对，我的先生是毋是通得救？我有我应该尽的责任，但是毋是干那我一个人要担当这个责任。咱有教会，
教会有牧师，教会有长职，教会有其他兄弟姊妹，嘛应该同齐来担当这个责任。有一寡人会通诚做伊先生的朋友，分享福音互伊听，将种子也伫伊心内；有一寡人会通甲伊做朋友，通过因生命的分享，将上帝的听，亲像压水共款压灌伫伊的心内；有一寡人会通甲伊讲话来听伊的心声，通知到底伊的主动伫倒落；也有一寡人会通过祈祷恳求上帝，将即个主动来甲伊摕掉。同款一个人，咱若是同心合意来做遮个工，那安尼，即个工就做了非常的水。上帝的工常常是同心合意来做时阵，会通来真好的成就，会通归荣光互上帝。咱若疼惜咱的教会，咱就祈祷迄个庄稼的主，找欠无共款的工人来做工，有人通夜整，有人通种植，有人通压水。上帝要通过无共款的工作，互咱的教会同齐来得到起造，同齐来得到成长。上帝所要看到，伫咱的仓园内底，伊期待所看到的，就是咱的教会会通结出济济好的果子，有圣神的果子，有圣洁的果子，有慷慨的果子，有好所行的果子，有俄乐感谢的果子，也有用得人的心来归往基督的果子。兄弟姊妹，只有结出这个果子，咱才会通荣耀上帝。但保罗先生毋也是用树、用田地来做比喻，线接伊阁用一个比喻，伊用建筑来做比喻。伊安尼讲，照着上帝所赏赐我的恩，我亲像一个智慧的师傅头，有下地基，别人伫即个所在顶面来起造，总是逐人着爱谨慎，到底伊安怎起伊？咱知一个好的建筑，就是爱有好的地基。要起造一间教会，嘛着爱有好的地基。教会地基，保罗先生讲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除耶稣基督以外，教会无别个地基。耶稣基督毋仅是教会地基，同时嘛是整个教会即个建筑物伊的触角者。所有忠心的奴仆要起造教会，着爱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地基。上时咧起的时阵，就爱互咱所起造的，甲即个触角者三角结连做伙，咱才会通起正好的建筑。伫即个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当中间，到伫目前为止，已经死伤2万人。根据报道，大多数遮的建筑物拢倒去，总是伫土耳其南边有一个台湾中心，这是台湾人伫遐所起的一个中心。为着要帮助叙利亚济移民，才会难民，所以这个中心伫这大地当中间，一点仔都无受到损害。因为这个中心咧起造时阵，台湾人伫遮就讲，看因咧起造遮个营造厂，拢偷工减料，拢无要拍地基，因无信任因，所以咧起遮个地基的时阵，因特别着要求讲，阮要用台湾即个家己来担工，然后要用介好材质来起造。所以伫即届7.8、7.5的地动时阵，即个台湾中心悠然维持，无有一点仔受到损害。上时每一届有余震的时阵，所有人第一个考虑就是走去台湾中心，伫个所在来骗人。因讲，因为阮知影一件事，台湾中心袂倒，因为即个中心有非常坚固的地基。即个中心咧起造时阵，阮看去因用真好才会建材。保罗先生讲，我入了根基，就是因为伊介起早来到伫教会，来到伫哥林多来传道理，伊是第一个来到遮的使徒，所以伊伫即个所在来建立即个根基。伫即个耶稣基督根基以外，还佫有济济的工人来即个所在起造。保罗是其中一个起造者，但毋是干那保罗。阿波罗来到即个所在来起造，但是嘛毋是干那阿波罗。提多嘛来到即个所在咧起造，所以有济济人无共款的人来同齐起造。拢是保罗提醒所有伫即个地基顶悬要起造遮的工人，安尼讲，有一天恁就知，恁所做的工拢爱接受考验。逐人的工有一天要显露。
因为到伫迄日要显明伊，因为要有对火来显现，即个火要试验逐人的工到底是啥物款。迄个日所指的，就是主搁再来的日。迄个时，伊要照逐人心中所蕴藏的温情，来显明人真实的心内的意念。火代表一种非常严格的考验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是个火，上帝是炎炎的火，伊要来审判，也要来吞灭对敌的火。到伫末日的时阵，上帝审判临到，就亲像火一样，济遮的原则会受烧来消灭，地甲其中所有物也拢受着烧。到伫迄一天，伫耶稣基督即个分基顶悬所有起造的工程，也拢要受着考验。每一个对着上帝所做的工，拢爱清清楚楚来做一个交涉，来做一个显明，毋仅是对家己显明，也对众人来显明。保罗伊所做的工程爱受考验，阿波罗所做的工程爱受考验。我做一个牧师，我所做的工程爱受考验。你做一个长老，你做一个执事，你做一个同工，你所做的工程也爱受着考验。伫上帝的火面前，你无法度稳重，也无法度暗藏。保罗先生伫这个所在特别提起，有3种无共款的结局。伫这个炎火的考验中间，有3种无共款的工程会显出因最后结果是安怎。第一种的工程是品质非常的好，所以会通得到奖赏的工程。这类工程是起造伫耶稣基督的根基，然后咧起造时阵是用金、用银、用宝石等种好的材质来起造。意思就是讲，所传讲的是纯正、纯洁福音的真理，无传讲其他有诶无诶别种的思想。这种的工程，毋仅是会通经过这个烈火的考验，上时通讲伫烈火考验中间，愈会通显出伊的荣耀。用安尼来起造工程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上帝要互因得到奖赏。总是第2种的品质是歹的，然后缔造伫亏损的工程。这种的工程虽往起造伫耶稣基督的根基顶面，总是所使用的材料是茶、是草、是稻谷等等这材质。一个火一个烧，念伊就烧坏去。火会通烧掉金银宝石的杂质，互伊愈会明光。总是火，若烧伫遮的茶，烧伫遮的草，烧伫遮的稻谷，那安尼因只有将伊烧毁。如果讲金银宝石所做的比喻，是咱所传的是纯正的教导，咱是真正出于谦卑甲纯洁的心来服侍。那安尼，遮的草、遮的茶、遮的草、遮的稻谷。伊所比喻的，就是咱用咱家己的想法，咱用照咱家己的意思，咱用浅薄的一寡架势来起造上帝的。如此去起造工程的人，伊会受到真大亏损。啊，弟姊妹，毋通讲我有咧为上帝做工，安尼就够业。咱爱会记清，当你咧做上帝工的时阵，你用的是啥物款的材质？即款的所做的工。到伫落尾要受到真大亏损，伊过去的道理，互即个火一个烧，就拢无去。伊家己希望伊原会通得救，总是就敢若亲像互火烧共款，充满了惊吓，充满了危险。一个教会领袖想要用家己的方法，用家己领袖的魅力，强调特别的一种教义，也是一寡新的思想来起造教会。这人就说哩，因为因可能一时会通得到幸福，总是袂通持久，通得到上帝的应允。这工人虽往亏损，总是犹原得救，因为这是基督对着属于伊的工人所做的工的审判，毋是对着罪的审判。耶稣基督已经为着伫十字架顶为着这工人来背负所有一切罪责，所以伊若只要有信心，伊犹原会通得到救，总是。若真做得救的人来做上帝的工，就爱斟酌，就爱细腻，因为咱所做的工，迄只得到奖赏，迄只受到责备。
到第三种的人，第三种的工程，保罗讲，这是败坏人尝试毁坏家己的一种工程。这种的工程无咧起造伫耶稣基督的根基，是伫别个根基之上。所以，与其讲因是咧起造，不如讲因是咧毁坏。这是当初时，这遮的假师傅的教导，因来教伫哥林多教会，用错误的教训来混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引带遮信徒行偏差的路。因也是家己生活无检点，常时伫咧教室中间坐淫乱的物件，毁坏已经上帝所拣选遮的百姓、遮的信徒。对着遮的假教师，保罗非常严厉指责因，讲：恁若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也要毁坏恁。上帝看伊所拣选的人最宝贵，无用阮人来毁坏伊。信徒所起造教会是上帝的厝，也是上帝的殿。上帝的殿有时阵是指咱个人，所以保罗先生讲：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吗？上帝的神要踮伫恁中间。这是上帝的殿嘛，是会当指整个团体、整个教会，教会整体就是上帝的殿。若是遮个假教师用错误教导，互因绊倒，误会因的性格，引带因来成群结党，来破坏教会合一，将来因会受到审判。遮个人因的工程毋仅是毁坏，遮个工人也会互上帝所毁坏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是得着上帝所拣选来成做基督徒。咱要做基督徒，就毋通做会影，咱着中大诚实，毋通做一个袂大汉、属肉体的基督徒。咱若既然互上帝所呼召，上帝也各种的恩赐来赏赐互咱，互咱有属灵的生命，总是咱着爱斟酌，着爱细腻。咱毋通过一个属肉体的生活，用属肉体的方法来使用属灵的恩赐。属肉体的信徒就亲像婴仔同款，伊将上帝的恩赐当作是玩具得耍，目的是要满足家己。总是若是属灵的信徒，中大诚实，伊就将上帝恩赐当作一个要紧的工具来服侍，同心合意来造就教会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毋仅是一位大能的创造者，一位人民的拯救者，咱的确爱记者，伊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。咱有一天拢爱面对伊。伊创造咱，互咱有身躯、有心灵。伊拯救咱的生命，脱离各种的罪恶甲死亡。有一天，伊也要审判咱所做的代志，包括咱伫教会的侍奉。咱所有侍奉的工程，有一天拢要显明。所以保罗先生讲，毋通自我欺骗，因为上帝毋是你会通侮慢的。人所野的是啥物货，伊所要收的也是迄个。为着家己的肉体来野种的，到伫落尾要对肉体来受败坏。若是对圣神所野的种，就要对圣神来得到永远的生命甲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安静伫主的面前的时阵，圣神互咱啥物款的感动？咱为着教会所做的工，是得到圣神的应允甲懊恼，递到咱的心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盼望，知影有一天咱要对主得到奖赏。也是当咱安静的时阵，回想咱过去所做的工，是圣神所要责备，递到咱的心无平安、无喜乐、无盼望，独独惊吓上帝有一天对咱的审判，互咱得到才会亏损。只要咱若无消灭圣神的感动，只要咱欢喜来顺探圣神的引带，咱就通赢过肉体的情欲，咱的灵性的生命就会通成长、长大成实。兄弟姊妹，毋通搁做会影，就长大成实。咱就离开做会影阶段，然后咱的灵性的生命得到成长。灵性成长的一个记号，长大成实的一个记号，就是咱甲其他的同工会通同心合意，同齐来建造上帝的园，同齐来起造上帝的殿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通过你的囝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，互阮的罪通得到赦免。你阁赏赐圣神，
互阮得到顶头生。你的圣神也照家己的意思，想使阮逐人无共款的温数，互阮会通通过这温数来服侍你，直到阮人生的生命会通有成就，上时会通造就别人，造就教会，互阮会通甲同信的兄弟姊妹同齐来敬重你的园，同齐来起造你的厝。主啊，虽然阮有领受你的神，总是济时阵，阮活伫血气中间。阮肉体情欲遮尔大，直到阮犹原常常是属肉体人，惊属肉体代志。求你着怜悯阮、赦免阮，互阮伫你圣神光照下面脱离肉体的陷阱。若毋是你的神踮伫阮内面，无人会通呼叫你是耶稣基督，是阮的主。若毋是你的圣神来充满阮，加添阮气力，就阮继续活伫肉体情欲内面。软正对落，最后所要修成的败坏果子，恳求主你着怜悯阮、帮助阮，互阮真实明捌你的话，领受你的圣神，互阮的生命因为你的话得到真理、道路甲活命，也因为你的圣神，捌你的真理搁较深，行伫你的道路愈较知，活出你的活命愈较丰盛。互阮教会兄弟姊妹的人命。毋是停留伫婴仔阶段，是渐渐成长、长大成熟，知影阮应该同心合意来敬重你的园，来起造你的厝，是要用金、用银、用宝石、用介好的材质来起造，互阮每一个人所服侍属灵的工程，有一天拢会通过你审判的验火的考验。毋是一个小就小去，是通经过烈火考验了后，阮听去主你对阮讲安慰的话，你是好，佮尽忠的奴仆，你的工程有显出我的阳光。这是阮的祈祷，这是阮的愿望，也是阮的努力，求你帮助。靠耶稣名祈祷。